離晒譜啊！而家3萬蚊首期只需要3萬蚊就可以喺距離深圳6公里地方大灣呢一度就可以攞低一套878尺嘅2房單位。跟住個頭睇下入到嚟878尺呢套單位啊，首先見到嘅係指紋鎖配晒俾你噶。嚟到餐廳部分呢度可以做翻個到頂嘅餐邊櫃，係非常之 OK 嘅。圓台坐低5、6個人啦，係咪先？好，嚟到呢個 LDK 嘅開放式廚房，佢後期係自己做成咁嘅樣板房，正常嚟講係封咗嘅玻璃，包括埋呢度嘅生活露台啦，都可以擺個洗衣機啊，都冇問題噶啦。咁嘅廚房我都幾中意嘅，其實不過除咗係唔好介意啲油煙味問題啦。嚟到個客廳部分3.6米嘅開間，包括埋廳出露台，露台一樣係3.6米，望向園林小區嘅，望住外邊啲綠色植物啦，心情都特別愉快啲嘅。嗱，你香港朋友呢，如果係喺度返香港，只需要10零分鐘就可以到高鐵站，60分鐘就可以到香港西九龍，包括埋呢個位置出門口對面啊，就係個板張嶺森林公園，將要行山嘅朋友或者運動朋友啱晒㗎啦。樓下自帶成熟嘅商超，包括埋生鮮超市，全部都配晒油㗎啦。OK， 嚟到休息區部分啦，首先見到嘅呢間可以做個 BB 房，裏邊呢就 OK 㗎，足夠晒，衣櫃啊全部都配晒俾你㗎啦。呢一邊係你間長房啦，首先經過嘅係有個公共洗手間位置，洗手間咧乾濕分離，全部幫佢配晒好嘅。呢一邊佢而家試用嗰單做晒成排嘅衣櫃啊，後期你都可以按照咁樣設計，收納空間係即刻提升一個 level 噶啦。主人房部分你可以放張1.8米床係僅僅足夠咯，同埋一個飄窗望向園林小區嘅。嗱，呢一個單位咧首期只需要3萬蚊啦，月供係點啊？你每日早餐飲杯咖啡，剩翻下午茶嘅錢，你就可以搞掂呢一套單位噶啦。如果啱嘅，記得 follow 啲我啦。最緊要咩啊 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下一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